冇覺得情緒其實好難解釋，甚至乎好難覺察呢？情緒每個人呢都一定會有，開心嘅時候可能只需要講一句我好開心咧就已經夠啦。但唔開心呢？唔開心背後可能有幾十種甚至乎幾百種感覺可以形容，無力、失落、孤單、委屈、敏感、恐懼、焦慮等等。但往往我哋唔知道自己用邊個字去形容當下嘅自己，因為太多或者其實自己都搞唔清楚。唔緊要，夢呢係會幫助我哋嘅。夢就係潛意識用嚟翻譯情緒嘅工具。當你連自己都唔知道自己點，夢會代你講出你嘅心事。你有冇試過一個夢醒嚟之後情緒好強烈，但又講唔出係咩感覺啊？或者最近有冇令你深刻印象嘅夢境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幫你解讀。Like and follow 了解更多夢境解碼，學識點樣認識自己內心。